台南海尾的调防宫最近的做节，昨半暝哦，佮闹咧放烟火，有民众抗议。台南市环保局嘛开出3场的罚单，庙方出面是回释的，嘛强调讲因会来改善。天顶放烟火，毋若全烟，声音嘛真大。毋过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半暝啊，附近的民众拢感觉真臭耳，无法度接受。差不多到10点、11点放炮是无所谓的，可是放到半夜就有点扯了，哎呀，都老人亲近，还有小孩，那很容易被就是那个鞭炮才会被惊吓到。台南海尾调防宫初5开始举办5条基安清照活动，庙方虽然有安排清洁人员摒扫，嘛有要求宫庙要控制声音，不过新桥入庙时有放烟火制造噪音，这3天都予环保局开3场罚单。因晚上逾10点过后，仍有使用扩音设施及燃放鞭炮烟火，环保局分别于5号、6号及7号，以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及本局公告规定予以告发，最高可分别处3万元罚款。已经有缩短了，之前如果在10点前的话，我们预计大概是要放到5分钟至10分钟啊。现在就知道10点之前没有办法入庙，所以说我们把那些烟火已经减短到大概2分钟左右。台南市环保局联合稽查小组表示，拢总有接到78件检举，大部分拢是妨害安宁。按照活动举办进程，环保局嘛有甲庙方宣导要遵守宗教政策，因为地方的宗教活动放烟火造成民众的困扰，庙方有回释的，嘛希望民众会当体谅。相关的批评甲处分，庙方拢会甘愿接受，嘛答应讲后一回会改进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